我一直熱愛羽毛球，我是球技並不算突出，所以每次比賽都只能成為後備球員。4年級那年，教練推選我為正選球員，我欣喜若狂。為了提升羽毛球實力，我每天都到體育館拼盡全力地練習扣殺和高遠球。雖然連續失誤，但我沒有放棄，因為教練說過，失敗乃成功之母。我總有一天能像星星一樣發光發亮。比賽當天，體育館外人山人海。比賽開始了，我被對方強烈的進攻而失了幾分，我心裏不禁惶恐不安，手心冒汗，連呼吸也變得非常急促。我很快就重整狀態，一分一分追上，20-20，計分牌閃着紅光。這時全場靜得連一針針跌在地上的聲音也能聽到。此時我全神貫注地盯着在空中飛舞的羽毛球，我用盡全力地揮拍，羽毛球精準地落在對方的界內，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歡呼聲。我高興得一奔3尺高，並大喊：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領獎一刻，我心中雀躍萬分，看着手中的獎杯，我不禁熱淚盈眶。那一刻，我終於恍然大悟，只要堅持不懈，我們就能不斷超越自己並取得成功。